神元山庄义和圣堂简介建筑外观：慈心亭与弥勒园，山门武圣宫，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1、2、3、4、5楼及地下室与厨房餐厅，兴建中的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民国98年落成启用，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参访联谊、庆典活动、重要网站、展望、道场简介。山庄风景是世外桃源，名产有产菠萝蜜。特色感想：义和圣堂是合法申请建造的，建筑很宏伟。建筑外观，中国传统宫殿式建筑，由道亲设计，诚心同心建成。慈心亭弥勒园由菲律宾道亲捐款兴建的，入道之门即选圣道场，山门特色及对联：期望圣域贤官，3600圣，48000贤。武圣宫供奉五大菩萨：大慈大悲大智大愿大行菩萨。附近社子村正安宫，台南艺术大学，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坛吊桥，创建者已故陈前人一手大仙的家乡关田乡社子村，1楼后天佛堂大佛像的由数千年大神木雕刻成弥勒祖师、济公活佛、月会菩萨像，和老前人史基馆及祖师、师尊、师母像。兴义三贤张秋圣老前人及和老前人与陈前人像，国内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圣训文物，1楼有读经教室、国乐班教室、神韵合唱团教室、4年制学界课程之新民班教室，举办道德经班、儿童读经师资培育讲座、学界英文道义班、64代道统名师木刻像，办公室及交谊厅，义和众志爱心会。1楼外表含道场文化的对联：九龙半仙天母图及神龟龙马雕刻及道义劝善图文。2、3、4、5楼宿舍东西厢房，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单位，典传师各有1间休息室。地方法会活动班次目录，参考爱祥单位：6组坛经班、文理班、长青成人读经班、儿童读经班、启慧班、综合成全班、青上精湛班、讲训班、素食烹饪班、爱祥塑料组、资源回收组、道务检讨、干部研习、世界道场开放、东南亚及南亚印度爱心活动度众办道、
家访成全，救急济贫。2楼后半是图书馆，3、4楼先天大佛堂。佛龛中央大致有20个字，代表5教 A、大、儒、佛、回教教义，而以儒教为主居中，即上帝真宅，象征5教合一。佛堂内柱子对联，及上方大钟形建筑，城中象征醒世。开经典班、仙佛班、天人合一班、青少人才教育班，举办正法新传盛会。3、4楼走廊有祖师、师尊、师母及院长大人圣训，及道场文化图文雕刻。4楼有阶梯教室、现代化视听简报室，举办青少年心理成长营，举办电脑资讯专长教育。地下室开常青班、青春志向班、年终悔过班、联合启慧班，有4年制学界课程教室之至善班、在学班、金钟班、现代化厨房及餐厅、神鼓舞狮队，举办学界大专、高专夏令营、冬令营、武训营、传灯营、大专营学员打扫社子村街道，及到6甲做环保。举办国中小夏令营，即在后山举办萤火晚会。圣堂举办的重要活动：1楼后天佛堂开坛典礼，3楼先天佛堂开坛典礼。91年10月20日，圣堂落成典礼。母亲节感恩，中秋节感怀施恩母德，重阳节敬老，表扬3代同堂均有清口修道者，表扬修道清口50年者，成人大状元读经评鉴会、小状元读经评鉴会及游弥勒园。参加94年8月21日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95年4月15日一贯道总会会员代表大会在义和圣堂举行。96年9月参加一贯道总会在元智大学举办的宗教文学与人生国际学术研讨会。98年2009年2月6日，冈山空军官校一带的土地公在神源山庄义和圣堂求一贯道信礼真传。参加98年8月一贯道总会举办的世界万人读经大会考。参访联谊，南区点传师联谊，陈洪珍老前人及高宾凯老前人有莅临。基础组单位参访神源山庄义和圣堂。91年11月24日一贯道各主线道亲联谊。93年11月7日一贯道彰化县知会身心灵宗教之旅。一贯道台南县办事处举办身心灵健康文化讲座。学界道场义和与纯阳单位联谊。参访高雄县六龟乡神威天台山一贯道大道场。参访台南县南化宝光圣堂。
宝光祖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兴义组南兴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兴义组纯阳单位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96年7月一贯道花莲县知会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宜兰台北道亲参访神元山庄义和圣堂。常有各地道亲游览车队来山庄参访。96年10月泰国道亲来山庄参访。96年沈理事长带领台南县警察退休人员来山庄参访。98年2月22日参访南投花衣族光会大悟中心及菩萨馆，开放国外佛堂道场活动照片。国外开放已传9国，东南亚的越南、泰国、新加坡、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尼泊尔及南亚的印度等等，很多国家成立一贯道总会，例如中华民国、美国、加拿大、印尼、泰国、日本等等。另有一贯道世界总会重要网站，遵守圣训，修道古老化，办道科学化，以电脑资讯科技网站帮助弘扬真理。天道提供超越时空限制的学习资源。上网后找搜寻网站，再输入一贯道神元山庄义和圣堂搜寻，可找到网站。感恩已故陈前人在生时买地不吝给人走的大德。崇敬周前人设计道场文化图文，及兴建武圣宫，提供道亲给予社会大众广结善缘的好地方。神元山庄义和圣堂联络电话06-690-1992 06-690-0008，台南县关田乡社子村19号。欢迎莅临资源共享的弥勒大道场。谢谢观赏。中华民国96年9月出版，98年8月台语版出版，国语版新版附加义和圣堂国乐团演奏。感谢台南艺术大学毕业的硕士邱琴婷老师、黄梦桥老师教导。搜寻请用 http://www.google.com.tw 输入000一贯道数位图书馆找寻之。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